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行的。他必须窥视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，了解他们的身份，还得看准了时机，然后像窥视田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原因一样，每个机会都不放松。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，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。莎士比亚没有个性的美貌，是转瞬即逝的。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，有一颗美好的灵魂，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，全力采，不能再问良心。莎士比亚爱和看相同，烧起来的没法叫它冷却。莎士比亚一套衣服、一顶帽子的事像时髦不时髦，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。莎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，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。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，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，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，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的火星，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。它就是最智慧的疯狂，等候的苦味，吃不到嘴的蜜糖。莎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，迟早要制作成型。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，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。莎士比亚若有汉奸，其实岂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，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，但如果卑劣比过这短的一生，就太长了。莎士比亚您的花言巧语，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，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。莎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，总是带出一副老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空。莎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，忍受才是勇敢。莎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。莎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，多么高贵的灵性，多么伟大的力，漂亮，多么优美的仪表，多么文雅的举动，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，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，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。莎士比亚漂亮的坎巴嘴，俊俏的脸蛋，晴天光彩。莎士比亚直到再找不到对手，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。莎士比亚人生苦短，若虚度年华，
们的人生就太长了。莎士比亚90上得来的朋友，等到就并蹲空，转变成为路人。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，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。莎士比亚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言，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，不是青年的眼泪，更不是死硬的强迫。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。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，越显得不匀的浑浊。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？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，它还是照样芳香。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。莎士比亚